事儿深，记住了，嫂子。他在看跳舞，他在看跳舞。抱啊，重不重啊？不重，6、7斤，不重。手机拍视频，把那个小女孩拍下来了。
拿错了，该曲轴来了吗？哦，不是那个泽拉姆。欧姆来了吧？欧姆。今天穿了。水准来了，哦不是，我刚才穿了衣服，有点像曲轴，是个小轴嘛，小轴，这泽拉姆的朋友，我本来叫他把那个手机放这儿了，我帮他看了那个直播的。他们下午还来直播。这个小朋友也来了，看一下那个小朋友。那个垫子，一个长垫子。
小大小大的